大消息来看，国民党的总统初选，因的副主席连胜文无赞同用党内的初选。连胜文讲，因为国民党的内部并无真好的初选的传统，嘛无伫短期内会当复原空脆的组织文化。伊认为应该用协调的，共同推出一个较有可能赢的人选。伊嘛欢迎郭台铭登来国民党。若侯友宜，因为伫即届南投立委的补选，洪志仪并无尽全力来辅选，嘛影响到伊的民调。上新的调查，侯友宜的支持度甲1月中旬比起来，落降2个百分点，若赖清德是增加3个百分点。怪我自己啊，努力不够哦。高雄甲支持者会失礼，因为这场补选，国民党将1815年铁票仓输去，终止去年9合1大选以来3连胜，和民进党加真有信心。日本的学者小立元评论讲，这摆南投的立委补选对赖清德来讲是一场真重要的胜利，也毋过无因为安尼改变势力的结果。总统的选举依然是5分平手，袂使肯定。我想这个是一个新的起点，那我相信，这个选举是对于执政的考验，那我们也是抱着这样的心情。民进党的气势归拢起来，依照上新的民意调查，2024年拿入总统的大热门，新北市长侯友宜1月支持度是34%，3月降2个百分点。民进党主席赖清德1月份支持度干25%，3月升涨3个百分点到28%，本来差9%，今嘛剩4%。民调起起伏伏的，那我们就是执政党嘛，做好执政的工作。那最近拉近的可能就会比较接近本来大家的基本盘上面的这个实力。国民党这边爱阁重新整合，也阁上强帮侯友宜一直拢无表态，到底应该初选还是定调？重点在于谁能够胜选。假如他真的是最高、最能胜选的人，我们也希望他能够扛下这个责任。我个人是不太主张总统大选会走上所谓的这个国民党党内初选，没有一个很好的传统啊，就是说可以在短期之间之内愈合这种伤口。对了，连胜文希望和郭台铭回国民党台中市议员嘛提出应该和台中市长罗秀燕进入初选的名单。国民党各方的势力也伫斗争，也未有共识。是讲总统大选伫明年初就要办啊。面对补选失败后，要安怎重整旗鼓？这强调是国民党目前上要紧的代志。Hello， 大家好，我是乃瑜，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第一个，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你按赞了吗？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赶紧订阅起来，还要记得按赞，开启小铃铛哦。